嗱，各位又係呢個講股唔博股，四個哥講得股，你梗唔好立亂博啦，係咪先？真係呢個第二集嘅時間。咁呢集咧，我哋講下呢個地方嘅中環嘅九如坊。嗱，九如坊呢個名點嚟嘅咧？就係根據《詩經·小雅·六名》，佢話如山如浮，如江如陵，如南山之獸，係比喻人哋即係祝賀人哋祝壽咁解嘅。即係以前咧啲人改名咧，啲中國文化基礎好深嘅。佢就中意咁樣講，所以咧有個成語叫天保九如，其實係祝賀人哋啲富貴啊長壽咁解嘅。咁呢個九如坊有咩特色咧？嗱，我哋行緊頭先行落嚟嗰條樓梯咧，已經有成100年歷史㗎啦，即係呢啲好古老嘅香港先至知道。而喺呢我身後邊呢個樓梯上面，曾經發生件一件轟動全香港澳門嘅大案。就係香港首富俾人打3槍打死咗，呢個首富就係利希慎啦。喺大約100年前嘅1928年4月30號，當日嘅中午，香港首富利希慎，佢食完晏晝之後咧，悠哉游哉咁樣喺呢度九如坊，諗住行咗上邊威靈頓街，說時遲那時快。有一個槍手突然間出現，兜口兜面就喺呢度，bang bang bang，三槍。當時利希慎據報道咧，掙扎咗兩嘢，即係鮮血淋漓咯。我諗呢啲石咧，100幾年前咧沾滿晒香港首富嘅鮮血。咁稍為有喐動些少咧，咁佢就明白啦。一代首富鴉片大王，咁就與世長辭。咁留下嘅咧，就係成差唔多銅鑼灣利園山莊利園山道一帶咁啲物業銅鑼灣希慎道開平道、恩平道一帶嗰啲物業，相當多嘅物業就長辭。咁呢件事咧，奇怪就係咩咧？轟動香港澳門，而家兇手逃去無蹤，而呢單嘢咧係100年嚟未破嘅懸案嚟嘅。更加得意就係佢嘅死傳到澳門之後，澳門係燒炮仗。利希慎1880年喺廣東開平赤水鎮沙洲鄉水井坑出世。佢後生嗰陣咧係跟住佢爸爸去美國係做華工，所以喺美國係接受教育嘅。揾到錢之後，儲到錢，你其實當時你做華工，你只要唔去賭，你就一定剩到錢㗎啦，就翻賺到錢就翻返去家鄉開平，就從事田地置業，同埋跟住落嚟香港去謀生發展嘅。其中最緊要咧，佢係因為利希慎佢識英文喺香港入讀呢個皇仁書院，喺畢業之後咧，曾經喺皇仁書院任教過，最後咧喺匯豐銀行嗰度咧就做過職員，跟住咧就幫喺馬來亞做過報館嘅翻譯，亦都開過鋸木廠。喺仰光，即係緬甸仰光咧，係開辦過雙德豐船務公司，咁派去香港做經理。嗱，呢啲名咧係而家都係好熟嘅。咁佢係即係開創咗希慎嗰個事業嘅發展啦。當然，佢嗰個財富最主要嘅來源係販賣鴉片嘅。喺1942年，佢同英資嘅怡和洋行以380萬買得銅鑼灣東角道一帶嘅土地，即係而家嘅利園山一帶。佢打算咧係興建鴉片煙嘅提煉廠。但係當20年代香港政府宣布禁售鴉片，咁係為咗又開發利園山，即係今日嘅利園山道、利舞台、波斯富街、恩平道、新寧道、新會道、開平道、啟超道、禮頓道部分。佢又開辦咗，所以嗰度一帶利氏家族咧，基本上係佢哋嗰個金融地產佢哋嗰個航空母艦即係基本上嗰個旗艦嗰個企業嚟嘅，佢嗰個王國。咁其中咧更加有報道話，呢個地產王國係涉獵到灣仔嗰個喜帖街嗰個利東街。咁利東街咧就我哋以前有個拍檔咧，佢話去利東街阿師傅豪咧話佢阿爺嘅，但係佢真係佢阿爺就係利東街就係同阿利希慎有關，同佢阿爺一啲關係都冇。呢啲噏都係噏。咁其實咧利希慎咧就真係只係買利通街嘅141號，唔係利東街。利希慎同埋澳門羅寶嗰個恩怨其實就係點咧？
其實就係因為香港禁煙啊，咁喺1928年嗰陣時咧，佢聽聞澳門嘅鴉片管理專員羅寶，即係老羅寶嚇 Prado Lobo 啊嚇，佢就將鴉片專賣權咧俾另外一間公司叫做佑生行，佢自己嗰間咧就叫做裕盛行嘅鴉片專賣權，即係獨市生意。咁當然喺呢個過程裏邊啊，李喜臣透過佢嘅關係，就表面咧就向澳督就呈交請願書。咁啊，當然啦，中間就肯定除咗請願之外咧，私底下梗係有濕啲㗎啦嚇。咁羅寶咧就成個過程裏邊咧，佢啊原先就諗住俾佑生行啊，但係澳督咧就個專營權俾咗裕盛公司。咁老羅寶就覺得，喂，大佬你咁樣真係覺得佢受到屈辱，就告呢個李喜臣誹謗。但係呢個喺4月16號審結嘅時候咧，法庭咧，澳門嗰個法庭咧就判呢個毒品貿易嘅李喜臣咧勝訴喎。咁老羅寶講當然興嘅，你諗都諗到嘅。當然呢個咩判決，李喜臣有冇去買通個法官咧？呢樣嘢冇人知啊嚇。但係咁樣判得以當時澳門咁嘅司法制度，就好難免啦嚇。咁澳門政府咧亦都公開講，無意將呢個裕盛行個專賣權咧再分俾其他公司，即係類似90年代嗰個賭牌咁嘅道理嘅啫嘛，係咪啊？咁啊，李喜臣咧就自此同羅寶結咗怨，而招致1928年嘅殺身之禍。利己害人，欺貧重富，神憎鬼厭。當時1928年，當李喜臣遇刺之後，香港首富李喜臣遇刺之後，佢哋家族懸紅2萬人。當時2萬人咧，100年前有2萬人咧，係成棟大廈可以買到㗎啦，好誇張嘅，即係當時啲錢好見使嘅，相當大嘅數目。咁理論上應該好快咁樣緝兇嘅。咁頭先我哋講啦，澳門係燒炮仗嘅，點解會惹落咁大嘅仇怨咧？咁其實成件事咧就同澳門另外一個家族咧就有啲拉楞嘅。咩家族啊？係羅寶家族。羅寶係誰人啊？只要有翻我哋咁上下年紀咧，就話嗰個老羅寶同埋曾經係佢個仔係香港立法局議員羅寶，喺80年代咧就曾經有個動議叫羅寶動議，就香港前途談判嗰陣時曾經講過，佢話任何關於香港嘅前途談判，希望係經過立法局，當時嘅立法局係通過咗做一個決議，就當然係唔獲得中國同埋英國政府所同意㗎啦。嗱，呢個就幾出名一個人嘅。咁其實當時李喜臣嘅死係同澳門嘅利益係好大嘅關係嘅，莫大嘅關係嘅，係牽涉到呢個一無論點，因為李喜臣雖然係首富，但係始終佢係販賣鴉片起家嘅。咁樣鴉片係非常係偏門嘅生意啦。嗱，雖然係啊，100年前嘅鴉片咧係合法㗎嚇，當時喺香港係合法㗎，係即係容許嘅，但係合法還合法，你都係一個害人㗎嘛，咁樣嘅情況。而利家亦都自此之後咧，李喜臣個仔李銘澤咧就講過，佢嘅子孫咧唔去澳門嘅，長期唔去澳門嘅，就可以話呢件案即係嗰個疑雲重重，好緊要。